當然，若有人私自制造符節呢？那是大逆不道，形同謀反，要受车裂之刑。但臣妾听說，竟然有人在宫中偷偷制造符节。王后难道不該秉公查處，查獲此人，并告知大王，嚴懲不貸？私作符節，此事重大，你可有證據？臣妾若沒有證據，怎敢輕易登王後的門檻呢？那你拿證據來給我看一看。若要看證據，只好委屈王後跟臣妾走一趟了。是他。大监，能否告訴我，这是何物？这是符节。符节？符节是干什麼用的？符節是君王所鑄，賜予近臣，過關隘，可免業免徵。依老奴看，您用這些泥巴捏的東西，非豬非羊，十分醜陋，怎麼能說它是符節呢？當真是符節，只不過朝廷的符節是金銅所鑄，我這是泥捏的，是用來找人的。王后就到了。郭美人，你說帶我去找私自製造符節的人，怎麼把我領到這麼偏的地方來了？王后不要着急，私作符節之人是跑不掉的。做的一點都不像，怎麼拿他去找人呢？我也是無計可施，想試試，還真有用。什麼用都沒有。此法子不易想，更不易試。怎麼還沒到啊？到了，就在前面。大姐，我的……芈月，老奴这眼色也不好，你捏的這些東西，你看都掉到水裡去了。姑娘就應該繡繡花、繡繡草了，這些捏泥巴都是男孩幹的事。王後。王後，郭美人，郭美人，免禮。怎麼大監也在？正巧路過，進來看看。沒想到王後也來了。姐姐，你有何事叫我一聲就是了，何必要跑這麼遠到我這來？王後有了，人臧俱在。這是我畫的小鴨子，你別把它捏壞了。這怎麼回事？什麼怎麼回事？臣妾的確聽說羋月違反秦法，私作符節，這可是殺頭之罪。把你手上的東西給我看。這就是你說的證據？這個就是羋月私自製造的符節？臣妾確實得到消息，說這小院裡藏有羋月謀反的證據。如果宮裡真有這種事兒，那還真得好好查查了。王後，請郭美人將這慧院裡裡外外仔細搜上一搜，不然羋月就此擔下洗不清的惡名，郭美人也就白來了一趟，顯不出她的一片忠心了。郭美人，你是搜還是不搜？王後恕罪，此事臣妾大約是聽作耳了。哼，幾個孩童玩的這些黃泥坯子，竟被你說成是殺頭之罪。郭美人，你是當我愚鈍嗎？臣妾道聽途說，實在是錯了。王後
息怒，捕風捉影，无事生非。若任你这樣肆意诬陷好人，這後宮豈不大亂？我罰你禁足1個月，面壁思過，並將此事稟報大王。